歡迎各位嚟到最新一集文傑講波經嗱，今集主要講兩支嘅球隊，利物浦苦戰1-0擊敗般尼嗱，咁我比較着重於係講咧某一位利物浦嘅球員嘅嚇，贏波都可以係有問題嘅嗱。另外一邊啊，輸波嘅曼聯啊，本身輸俾曼城又唔係話咁冷門咁唔可以接受嘅嗱。先講韋斯咧，即係先講利物浦啦嗱。其實今場對住般尼嘅賽事咧，真係無論對球隊啦，或者對韋斯個人咧，都係一個好階段性嘅印證嚟㗎。嗱，第一場你對住般尼茅夫，般尼茅夫本身個反擊能力勁啦。第二場紐卡素你本身個實力有翻咁上下，再加上佢哋喺主場係咪先搏晒老命嚟同你踢嚇？咁我唔知係咪有其他嘅因素啦嚇。咁第三場啦，你對住阿仙奴咁啊，更加你唔會咁冒險啦個進攻。好啦，對般尼唔同，般尼真係冇得同你踢嘅。般尼真係全場死守嘅啫，即係基本上咧，你上半場未開紀錄唔緊要啊！史諾特嘅利物浦每一個球迷都識得講下半場撳掣啦，撳咗15分鐘都未掂喎。你諗翻起對般尼茅夫對紐卡素上半場30分鐘過後夠鐘啦，先入你一粒先。下半場一開波早段再入多你一粒。呢兩個黃金時間利物浦咧，最近呢兩週嘅聯賽都唔能夠爭取到入球啦嚇。咁但係往後頭15分鐘過咗下半場，咁你仲有法定時間，起碼仲成30分鐘啊嘛。嗱，呢個就係睇翻利物浦今屆暫時睇佢哋進攻上面陣地戰嗰方面嘅能力演出啦，唔係睇反攻啊。而陣地戰咧，我哋又講翻韋斯呢一個人物啦。嗱，韋斯你講翻佢，無論喺德國隊啦嚇，喺德國隊拿高士文手底下帶領最好嗰段期間24歐國杯，咁你睇翻就係梅斯亞拿加夏域斯再加呢個韋斯。因為三個球員，夏域斯本身喺利華古遜嚟講都係佢嘅大師兄啦。咁大家三個球員都係天才類型啊，即係大家夾檔啊，起碼個級數上面有翻咁上下先至能夠做到心領神會。喺利華古遜啦，佢本身就真係嗰隻咧，係要前面有啲人同佢跑同佢衝去製造一啲嘅空間出嚟先得嘅嚇。咁啊，你話左右兩邊翼位有費林邦有基馬道，大家有速度有技術。有射門能力，前邊亦都有個23-24球季嗰陣時有個尼日利亞中鋒邦尼菲斯，好跑得好撞得嘅球員。咁啊後邊有格列沙加鬥住添啦嚇。咁所以當時嘅韋斯個發揮係好嘅。咁我唔係話利物浦而家就做唔到呢一種嘅配套。咁但係你睇落去個配套咧係有問題嘅。嗱，最主要咧先講同佢最能夠心領神會嗰個咧，應該就係沙拿啦。你睇翻個級數，沙拿似乎今屆個狀態未係 turn 到最 fit 啦，咁或者佢嘅年紀都唔輕啦，即係慢慢去重拾翻個狀態啦。好啦，最心領神會嗰個狀態又未 fit 啦，好勤力、好有韌力嗰個，但係級數有限嘅加寶嚇，咁佢就喺史諾特就好中意用佢嘅，咁我都幾欣賞加寶呢個球員嘅夠投入，不過佢就始終佢又唔能夠同韋斯仔做到嗰種嘅眉來眼去嘅配合啦。艾基迪基有啲呢一啲嘅味道嘅，可以嘅嚇。咁韋斯同佢都幾夾到嘅。不過個問題嚟啦，艾基迪基自己本身咧，嗱去到最近呢兩週嘅賽事咧，似乎開始俾對手咧有啲洞悉同埋針對咧，佢個表現又冇咁生猛咯喎。咁呢個配套咧就同上屆啦，你有呢個路易斯迪亞斯啦、紐尼斯啦，以及迪奧高祖達等等啦，大家都比得衝得入去跑得啦，呢一個就係韋斯佢自己本身技術上邊嘅一個嘅缺陷，佢就係缺少咗呢一樣嘢。咁啊睇幾個版咧，你話下半場早段50零分鐘出到嚟啊，嗱當時見到阿沙拿喺右路邊線攞住個波啊，韋斯就喺呢個右路禁區頂咧對出10碼8碼度啦，就橫移過去咧就同沙拿做一個策應嘅，即係佢兩個就做到嘅，沙拿就旋即就交個波俾韋斯，韋斯就彈翻個波向前啦。底線位置俾翻沙拿，咁沙拿亦都底線前咧又回翻個波俾韋斯喎。嗱呢幾腳咧，我睇到係做得相當之精彩嘅嚇。咁啊，然之後韋斯就劏翻個波向後，就俾呢個巴特利咧就 send 翻個波入中路俾蘇布斯禮。雖然蘇布最後唔能夠起到腳啊，但係右路禁區邊緣咧呢幾下嘅搞作咧，其實係頗具水平嘅嚇。咁但係流於喺禁區外啦。韋斯仔今場波下半場咧，咁啊同沙拿喺右路嘅配合咧，都有2-3次嘅睇到下，咁啊有陣時有啲第一時間嘅互傳啦，又撞唔翻俾佢啦，或者係佢自己喺禁區裏邊嘅位置咧，點樣轉身橫傳翻去另外一個方向咧？咁啊喺禁區裏邊點樣去穩定個皮球，控制嗰個節奏咧？韋斯係做得到嘅啊！
嗱咁睇翻另外一 part 啦，韋斯喺左路啦，或者叫佢同艾基迪基嘅配合啦。嗱，先講一點咧，其實利物浦見到好多球員都係嘅，一見到韋斯個空位咧，最近嗰個攞住個波咧，都會分個波俾佢去發板嘅，即係俾足晒個用球權利俾佢嘅。嗱，有今日睇翻呢個波，韋斯就喺左路禁區 K 角位嗰度攞到個波咧，佢其實都 hold 咗一陣嘅嚇。亦都轉身咧，係都要揾呢個嘅艾基迪基咧，等佢打橫殺翻入禁區嘅時候咧，先撩翻個波俾佢啊！咁佢兩個就有呢種默契。雖然艾基迪基最後咧拖到入禁區嘅中路位置起腳咧，都係失敗咗嘅。咁但係呢啲我就係睇到啦，我就所講韋斯而家其實咧嗱，今屆睇到落嚟一啲數據咧，佢冇入波，亦都係冇助攻嘅，即係未曾叫做直接炮製到一個入球嘅。咁但係關鍵傳送咧，你都可以講得上係唔少嘅。咁而去到下半場啦，隨住佢體能下降啦，去70分鐘咧，你見佢經常咧都係鬥翻住個位咧，就企埋入對方個防守人堆嗰度嘅。即係當然呢一個嘅企位唔係話佢冇作用啊嚇。咁但係你話個波喺佢腳下而產生嘅威脅咧，其實70分鐘過後咧已經係逐步減少嘅。咁無怪乎點解史諾特往往都係呢啲階段之後咧，就已經係將佢換咗出場啦。嗱，咁我哋又睇翻啦，下半場去到70零分鐘有呢個波沙拿喺中路嘅推進啦，咁啊向前交咗個波就俾韋斯嘅，咁沙拿連隨就走到峨眉月嗰個位置裏邊咧，望翻轉頭就見到韋斯都好掙扎嘅，俾對方後備入替嘅呢個葡萄牙防守中場球員啦費倫天奴咧，就一路力逼住，好彩仍然能夠保持翻個腳下球咧，就回傳翻俾隊友嘅啫。咁但係佢已經冇一個嘅體能咧，喺呢個階段咧，作為一個即係你最需要去投入大量進攻嘅時間咧，佢似乎喺呢方面就無能為力啦。咁結果80零分鐘佢都被換走。嗱，咁往後咧，佢亦都有一次咧喺禁區頂嘅推進咧，就俾對方嘅呢個烏高卓古咧就鏟跌咗嘅。咁烏高卓古亦都因為咁樣2黃1紅而被逐嘅。咁但係老實講，睇到當時韋斯個推進咧，你唔鏟佢咧，佢都未必能夠作出一次關鍵或者威脅性嘅傳送㗎啦嚇。咁結果佢80零分鐘換走啦，安古姆夏同埋另外一位嘅攻擊球員啦。我當佢攻擊球員咧就費林邦嘅入替啦，咁結果佢兩位喺下半場咧尾段嘅時候又製造咗一次咧，我認為係利物浦嗰種最直接進攻模式嘅一個嘅體現咧。咁安古姆夏啦冇到入呢個禁區嘅左路嘅時間咧，就橫傳一個地波，越過晒自己嘅隊友以及對方嘅防守球員咧，就留到喺呢個禁區右邊嘅位置，費林邦咧就果斷起腳，呢個波咧就叫做硬打硬嘅，不過咧就俾杜巴卡咧就擋出咗嘅啫。嗱，就係咁咯。其實利物浦就係呢一種啦，係嘛，最直接、最簡潔嘅一個嘅輸送威脅。呢4場波利物浦都係基艾沙下半場入替咗之後咧，先至能夠取得再度領先或者係奠定勝局嘅一個波啊。咁啊，如果你講關鍵球員，你數到落去講笑咁講，最關鍵嘅肯定就係基艾沙啦。當然我明白大家愛護韋斯仔嘅球迷一定話美甲好啫咁樣，咁係嘅，咁但係佢本身啲技術上邊嘅特點咧要注意一下啊。的而且確咧，利物浦過去嗰種最直接嘅進攻模式風格咧，嗱而家真係要睇下伊薩克嚟到之後咧會起到個乜嘢嘅效果，會唔會就係嗰一位嘅球員能夠將利物浦而家一個全新嘅進攻元素咧再融合起上嚟嚇？因為你隨住可能沙拿都逐步隱退嘅時候啦，呢個新嘅攻擊線點樣都要推出嚟㗎啦。咁總結一下，韋斯仔佢啲波真係好細嘅嚇，即係佢細咧，唔係話佢啲波交得短啊，而係佢係好集中於一個小範圍嘅發揮嘅。咁啊，呢啲我哋想像得到，同過去利物浦嗰種最直接攻勢嘅威脅啊，可能會多啲長波啊，或者多嗰啲第一時間一彈即刻走啊，或者自己走翻入去策應呢啲咧。佢真係比較缺乏啲嘅，而家暫時睇落去嚇。好啦，跟住落去講另外一支嘅球隊曼聯啦。嗱，好老實講，我個人睇落去咧，曼聯今屆由守轉攻上去嗰種嘅速度啦、速率咧，以及默契咧，都係加強咗嘅，有進步嘅。不過仍然係輸波啊。當然嗱，4場波攞4分咧，其實就又唔使睇到好似咁世界末日嘅嚇。但係如果咧再一個 double 啦，8場波攞8分咧。咁你就真係，我諗就真係要好擔心先得啦。對曼聯嚟講啊，嗱，如果你話教練嘅問題咧，我認為係嘅。嗱，畢竟佢上個球季咧，我經常喺評論嘅時候都話俾啲時間，俾啲時間。的而且確半途上任，再加上嗰陣時咁混亂係咪啊？又話球會嘅經濟上面有問題。咁而家經濟上面有冇問題？夏天都俾咗2億幾英鎊你買人，而且
你中意用嘅球員你都留低晒啦，即係你話你好熟悉佢哋㗎啦嘛。你唔中意用嘅球員嗰啲全部都係懷住一個唔好嘅心情去離開晒咁滯啦，係嘛？你應該離開晒啦嚇。咁樣嘅，咁啊應該係順心順意先啱嘅。但係我唔明白呢一場波單睇呢一個陣容，首先進攻中場即係前鋒身後兩個位置，其中一個麥保姆，我同你都冇異議嘅。另外一個阿馬特迪亞路本嚟都冇異議嘅，但係有異議嘅地方就喺個擺位嗰度，擺咗喺左路嗰度。阿馬特迪亞路咧係嗰啲好典型嘅講法啦，即係咧。呢個球員咧踢右邊同踢左邊唔同㗎，佢踢右邊好好多㗎，踢左邊係唔得㗎。呢個就係一個好典型嘅例子啦。佢雖然話左腳，但係佢放翻右路，無論係右翼位或者係右翼咧，個發揮個暢順感都係好好多。嗱，但係咧弊就弊在艾摩廉呢個陣式咧，第一個好突顯嘅狀況咧就係、前鋒身後嗰兩個進攻中場位置咧，嗰個用波權利係好大嘅。當一個用波權利大嘅位置，但係佢喺嗰個位個發揮唔暢順嘅阿馬特迪亞路，咁你上半場你可想而知咧，個進攻嘅威脅力咧，如果單睇咁計數嘅話咧，你話削弱咗一半咯，係嘛？就係咁樣睇啦。咁但係阿馬特迪亞路個長處你咁都睇唔到，係嘛？而家唔係擺個安東尼落去，唔係擺個拉舒福特落去喎。嗱，另外一點咧，我由季初都開始講啦，班奴費南迪斯嚇，我開季至今你將佢擺喺一個中場中路嘅位置，即係兩個防守中場嘅其中之一位，對於一個進攻底嘅球員嗱，但係佢嘅眼界、佢嘅思路冇當年一啲咧由進攻擺翻向後嘅技術型球員嗱，例如啊，我舉個例啊，我愛隊阿仙奴啊，當年將進攻中場辛迪卡蘇拿擺翻喺防守中場，幾出色啊，踢得幾好啊！咁但係有啲球員係唔得噶嘛，就唔係個個都得噶嘛，可以咁轉變噶嘛。呢個球員個覆蓋能力唔好啊嘛，唔夠好啊嘛。嗱，我哋睇幾個例子啊。第一個失波，你話道古咁樣扣過呢個嘅迪列特同埋呢個烏格特啦，再撞翻個波回翻俾佢二度出波，俾呢個科頓啦頂得好靚，頂入咗啦。咁你可以話追截嘅呢個魯基蘇爾又慢啲啦，以及魯基蘇爾睇唔到身後有個科頓啦，但係科頓個身後有個邊個？有個班奴費南迪斯啊嘛，佢又睇住咯嚇，你見佢冇動作冇俾壓力㗎。咁呢一種咧，佢進攻底佢真係呢個防守意識唔夠好啊嘛。咁你睇翻嗱，較早兩場啦，對富咸你領先緊嘅本嚟係咪啊？咁但係你最後咧，你俾呢個史密夫路維由禁區頂衝入去咧，印咗個波入網。我哋見到啦，喺佢身邊最近原本位置嗰個又係做睇波嘅班奴費南迪斯，佢冇，佢唔係防守型球員嚟嘅。嚇！你擺佢踢嗰個位咧，你真係仲有排受。再睇睇呢一個例子啦，嗱，當時曼城已經係領先到2-0嘅，夏蘭特再有機會咧，係好短嘅時間之內咧，再次突入去曼聯嘅防線嗰度嘅。呢個波全程夏蘭特又突入去咧，入到禁區裏邊射翻去遠處，再撞處彈出，再去到曼城有球員保中唔得。唔成功啦，最後功虧一簣啦。你見到班奴費南迪斯完全係 Terry 咧調埋去咧，即係我哋所講嘅離遠啦，一直係舉手嘅，一直入到禁區都係舉手嘅。問題係呢啲動作佢唔係偶一為之啊，而係好多時候呢一種嘅形態發生喺佢身上咧，大家就已經係好似習以為常咁樣樣。咁你做乜仲要安排佢去踢呢個位呢？今屆新收購三叉戟，你為咗咁貴買翻嚟，唔想阻住啲位，咁咪將班奴移後嚇，平衡大家都有個上陣嘅時間，但係就唔能夠將呢個陣式或者球員個融合埋一齊咧，發揮一個最好最平均嘅能力。就算巴拉巴嚟到咧，可能艾摩廉都夠膽死咧，用呢個班奴費南迪斯拍檔巴拉巴，呢一方面都係冇變嘅。其實喺個中場個覆蓋能力咧都係有問題嘅。咁你變咗一個防守中場係嘛？你冇咁一隻嘅時候咧，你後邊嗰三個壓力又大啦。所以佢好似唔係好計較中場中路嗰兩個有冇能力嘅。特別其實前幾場啦，嗱當然咧對阿仙奴嗰場咧，佢係發揮得好嘅。咁啊即係總有一兩場俾到啲嘢你睇嘅，即係佢搭卡斯美路嘅時候咧，中場中路啦。咁啊即係嗰場阿仙奴可能踢得差啦，只係能夠咁講。係咪啊？即係你呢場本身你萬次傷晒，你古亞傷晒，你大條道你推翻班奴上去啦，唔使煩咁多嘢啦，係咪先？你又唔係喎，你仍然要堅持翻呢一個嘅做法。
嗱，咁講到3個失波，我喺做直播嘅時候都強調過啦，路基蘇爾或多或少都有一定程度上邊嘅責任嘅嚇。咁啊，第一個波啦追截唔到啦，亦都睇唔到身後有個科頓啦。咁當然啦，我講翻啦，第一個波其實你話睇到科頓嗰個搬路咧，個責任感啊仲大啲添㗎嚇。咁第二個失波啦，第二個失波就係咁樣明買明賣，俾科頓交俾道古，再塞個直線入禁區裏邊俾呢個嘅夏蘭特。咁你迪列特又追唔到啦，咁啊可以本身追得到嘅路基蘇爾，你又慢咗啲啦，咁啊係真係慢咗啲嘅喎你嚇。第三個失波啦，你本身前場嗰個控球失誤，縱使係撞翻去後邊想俾你嘅隊友啦，我唔知佢其實係咪睇到麥加亞㗎啊？總之個波又撞翻麥加亞個方向，但係撞翻出嚟又好唔好彩咧，個力水又唔夠，變咗醫院波到喉唔到肺。麥加亞盡其一搏，貪翻個波向前嘅時候，其實個角度都欠準成。嗰個波輾轉間又落到去班拿杜斯華腳下，再塞個直線俾夏蘭特通過半場嘅奔走，你冇得追啦。呢個就係球員本身今時今日個能力所限啦。雖然咧魯基蘇爾嗰個長傳嘅傳送能力係高強啦嚇，佢亦都頻頻對位啲長傳，揾到嗰邊右路嘅麥保姆啦係得嘅，但係你本身個速率慢，踢波又唔係俾你真係企喺度嚟斬。但係佢而家今時今日攞住個波咧，佢真係攞到波望定先至再斬或者再交嘅。咁呢方面如果壓力唔大，當然冇問題啦。但係如果你受到對方嘅緊纏嘅時候，而你當你個控球稍為有啲偏差，或者你個傳送稍為有啲欠準成，縱使個波喺你附近，你想再回身追截呢，因為你慢，你只會係咧失去咗個控球權嘅啫。咁呢一點咧，教練都要注意。你話擺翻個踢左翼位咪得咯？咁但係左翼位我又覺得驚佢個體能捱唔住喎。嗱，另外一個左翼位啦，多古啦。咁都受到唔少批評嘅。嗱，我反而就唔係咁睇嘅。今時今日你成隊曼聯叫做佢啊最啱踢呢個位啦。第一、第二，佢係夠投入、夠落力嘅。你話佢 cut 到左路邊線啦，或者禁區裏邊啦，再 send 翻啲波出嚟嘅時候咧，可能有陣時個落點啊，或者出嗰個波就比較粗啲嚇。咁球員係可以有進步嘅，佢唔係話啲技術咁犀利嘅球員啊。咁大家，我覺得依個要俾多啲時間佢嘅。最後啦，色斯高咁，我唔覺得佢會係另外一個賀龍嚟嘅。不過有個好大嘅問題，你揾得呢個中鋒翻嚟，你就要改善嗰個正向嘅攻門能力啊。咁但係首先我頭先講咗啦，艾摩廉嗰個擺最重位啊，中鋒身後嗰兩個嘅中場球員，如果係你唔使買個中鋒啦，係咪先？咁但係你個中鋒你有嘅話，你就要圍繞住佢建立一啲嘅聯繫啦。但係冇嘅喎，你就算見到麥保姆嗱，麥保姆今場波個發揮好好嘅。全場最佳射門其實嚟自於麥保姆嘅，亦都係配合到個全場最佳嘅靚救當拿魯馬啦嚇，咁啊精彩嘅個波真係要俾掌聲嘅。咁另外一次麥保姆喺小禁區嗰度接應啦，臨去到呢個下半場嘅尾段嗰度啦，咁亦都係門前把握唔到嘅呢個波嚇。咁但係整體上面佢嘅發揮係好嘅，輸送啊攞個波落嚟淡定啊。同隊友無論右手邊嗰個冚到上嚟嘅阿馬特迪亞路又好，達洛治又好，或者今場波嘅馬沙拉維都好啦，嗰個配搭其實都唔錯嘅。啊，佢有一定輸送能力，但係你係咪真係揾到中鋒嘅色斯高去比呢？又唔係嘅喎，即係偶爾一啲嘅邊路傳中呢，其實都係好偶爾嘅啫。即係成隊曼聯都係嘅，唔係望住色斯高作為一個 target 嘅。咁啊呢點就係有啲即係浪費咗呢個球員。不過要再睇落去嚇。咁啊，呢個可能再夾耐啲情況會有改觀都未定嘅。OK，今集嘅節目時間就嚟到呢度。